百年大變局，福係禍係，分析國際時事，談中美為何必有一戰，未來影響世界最深嘅有乜嘢元素？環節由梁建峰、余飛攜手合作著作《百年大變，福係禍係，誰是 AI 世代新霸權》，現已出版。本書分美國及香港兩區發售，香港區現在開始接受網上訂購，原價每本港幣138，首300本成功訂購有8折優惠，每本港幣110蚊。美國版及國際版可從麼麼噠訂購，掃二維碼即可完成訂購，不容錯過。有利石材櫥櫃公司灣區3間超過10萬尺全新設計陳列室，提供整體計劃、設計、選料、建造一站式服務。現正舉行25週年大酬賓，最高有50%折扣優惠。電話510-782-8828。時事焦點、熱門話題、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時事觀察。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嘅聽眾，我係霍永強。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今日咧同大家講下中國同埋印度兩個人口嘅大國，亦都係兩個目前發展得最快、動力最足嘅兩個國家。但係諗唔到啦，一場印度同巴基斯坦空戰啦，又將兩者透過另一個渠道啦重新被比較。不過今日嘅內容啦，其實冇兩者嘅直接相關㗎，反而係各自嘅文化習慣點樣影響到喺啲行政上或者政策上面嘅操作。首先先講下中國。3年前曾經喺一次錄音入邊提到，中國可能需要一場代理人戰爭嚟到奠定另一個緯度嘅國力，就即係話喺軍事上面啦。不過就諗唔到啦，只係事隔冇幾多年啦，短短幾日嘅空戰亦都能夠達到呢個目的。唔單止對於中國嘅軍事工業嚟講啦，呢個可以話係突如其來嘅吐氣揚眉嘅時刻。同一時間，對於同中國有直接關係嘅一啲地區國家嚟講，包括咗以台灣、日本或者美國西方嚟講啦，亦都發出咗巨大嘅警號。呢兩個星期可能大家都將唔少嘅關注擺咗喺呢個中國嘅戰機啦，即係尤其是呢個殲10同埋呢個 PL 即係霹靂導彈，又或者因為中國內地網紅豪哥過一隻歌飛機打落嚟嘅惡搞神曲啦。唔單止喺內地就街知巷聞，就算去到其他地區都有唔少地方轉載。咁當然就多得一方面就巴基斯坦嘅支持啦，亦都多得印度將呢件事就搞到上聯合國。不過經過咁長時間嘅好多地方嘅講解，大家可能應該都知道啦。印度俾打到落花流水嘅原因亦都唔係話佢嘅武器有幾咁落後，而係話喺空戰反擊系統上面係有幾咁成熟同有幾咁重要。連帶一個引申嘅結果就係可能之前都仲有人喺度研究，萬一台海出現衝突嘅時候，到底嘅戰況係點樣啦？要打幾耐啦？呢種咁樣嘅討論咁嘅講法可能經過呢一次事件之後都係變相告一段落㗎啦。不過當然站喺呢個台灣民進黨嘅立場就一定唔見棺材就唔流眼淚，所以台灣風起雲湧嘅機會肯定存在㗎。不過今時今日可能中方講一句話，台灣政權係越過紅線，北京準備武力封鎖台灣的話講完呢句說話，霎時間我諗島上面能夠走嘅都走晒，剩翻落嚟亦都唔會點樣抗拒，仗可能都唔使點打噶啦。不過喺印度同巴基斯坦呢次短短幾日嘅衝突入邊講到空戰武器，其實除咗戰機、導彈同埋呢個整個攻擊系統之外中國製武器當中其實仲有一個項目都係大出風頭嘅。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亦都有唔少嘅分析報告都喺呢個網上出現過。不過我自己再追究再睇落去過往嘅一啲發展我發覺其實都幾有趣，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喺呢件事件或者整個呢個項武器嘅成長同埋冒出頭嚟嘅過程其實都真係好中國㗎。喺今年3月中嘅時候應該係喺荷蘭嘅防務新聞嘅報導入邊就話，烏克蘭嘅軍方聲稱就話第一批成功研發激光防空武器嘅國家之一，而呢種秘密嘅裝置已經開始喺戰場上面用於對付一啲低空飛行嘅目標，即係好似伊朗製造嘅 Shahed 無人飛機等等嘅飛行裝置。簡單講就用高能量嘅激光
嚟到直接擊落或者破壞呢啲飛行器，即係無人機。不過喺呢個報道入邊咧都提到話，由於需要發高壓電啦，同埋仲要有冷卻嘅基礎設施，所以呢啲激光武器體積咧可能非常之龐大，間接嚟講使用嘅時候唔係太方便。以往啦都係做喺啲船上邊嘅啫。不過呢件事大家都仲係喺度研究緊，到底烏克蘭嘅激光防禦系統嘅戰績係點？到底打唔打得落呢一個俄羅斯嘅無人機嘅時候？其中喺巴基斯坦同呢一個印度嘅空戰當中咧，巴基斯坦喺公布擊落印度嘅戰機嘅同時咧，其實咧仲提過啦，就擊落咗呢一個當時咧係講77架，後來咧就調整到84架無人機啦，係被擊落嘅。當然印度之後亦都會提到話，我都打低咗呢個200幾架呢一個巴基斯坦無人機。咁但係當然啦，雙方嘅所謂無人機嘅性能等等啦，其實相距太遠㗎。尤其是印度被擊落嘅無人機當中仲包括咗美國同埋以色列嘅頂尖裝備，例如好似以色列嘅蒼鷺長程偵察無人機啦，以及具備非常之強嘅攻擊性能嘅哈洛普反輻射無人機，以及美國 MQ9好出名嘅死神無人機等等。但係呢件事嘅背後，最受到差唔多全世界一啲嘅國防軍事專家以及各個國家嘅國防部最關注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到底呢啲無人機係點樣被擊落嘅？而巴基斯坦呢亦都好坦白咁樣提到話，喺呢次擊落無人機嘅過程呢，係用咗中國嘅 LW30寂靜狩獵者 Silent Hunter 呢一個激光防空系統，成功咁打擊咗印度無人機，亦都喺實戰度展示咗到底激光武器喺無人機戰場上面能夠發揮幾大嘅作用。寂靜狩獵者咧係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研發嘅低空防禦系統，激光武器輸出嘅功率咧係達到30千瓦，而最大射程咧大概係呢一個4公里，即係4000公尺左右。佢提供咗唔同嘅功率模式，能夠攔截由200公尺去到4000公尺嘅目標。當然啦，因為激光嘅殺傷力咧同呢個時效有關嘅，所以咧佢攔截飛行速度咧只能夠係少於每秒60公尺嘅目標。但係咧就能夠喺4秒鐘之內咧射穿800公尺外嘅5層鋼板。講真啦，呢啲數據咧都仲未算係突出嘅，因為咧當然比較再低一層嘅啦，其實中國仲有呢一個10千瓦嘅設備，但係喺佢之上啦，有美國唔少產品甚至去到100千瓦，即係話佢嘅功率咧仲大啲，理論上咧破壞力更加大。但係中國呢一個激光武器嘅特色咧就在於，佢能夠喺6秒鐘之內咧就鎖定目標，而且能夠同時間鎖定200個目標。大家都知道而家玩無人機啦，好中意一出嚟咧就大堆頭掉幾百架出嚟，所以喺呢種情況底下，能夠同時鎖定好多個目標，同埋能夠喺夜間作戰嘅功能咧就更加重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以往無人機咧係靠神出鬼沒啦嚟到攻擊㗎，喺呢一個俄烏衝突嘅過程之中啦，無人機就係發揮咗類似嘅作用。但係面對狩獵者嘅定向打擊能力啦，無人機因為航速慢，而且抗干擾嘅能力比較差，而佢喺滯空時間，即係話咧，佢可能稍作停留再發動攻擊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成為呢啲激光武器鎖定嘅目標。仲係喺嗰一剎那啦，可能即係空中滯留幾秒鐘，但係咧已經足夠啦，就俾呢啲激光武器射落嚟。而且我覺得其中有一點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同烏克蘭認為自己係首批成功研發呢啲激光武器嘅國家相比啦，其實中國啦已經係無聲無息咁用喺實戰之中。尤其是去到2024年啦，其實中國咧仲喺一啲報道上面，當可能問到有關於激光武器嘅時候啦，仲可能援引到呢個日本啊，又或者可能係英國嘅設備，仲進一步啦強調呢啲激光武器啦有啲不足之處，因為佢打擊力唔夠。所以當我哋聽到話美國嘅海軍啦，仲要用導彈嚟到摧毀胡塞武裝嘅無人機，被譏笑為咧佢用大炮打蚊鬚嘅時候啦，我覺得咦係咪因為呢啲激光武器真係仲未到火候，而要靠用到導彈嚟到打擊呢啲無人機呢？背後似乎咧就仲有更加有趣嘅情況，就因為早喺2022年3月，即係整整3年前啦，沙特阿拉伯喺利雅閣開幕嘅第一屆阿拉伯世界防務展上面咧就話，向中國採購嘅寂靜狩獵者，即係頭先講到嘅
Silent Hunter 嘅激光防空系統啦，實現咗喺實戰底下首次啦係擊落一啲無人機，成功攔截咗13架自殺式嘅無人機，並且將佢哋完全摧毀，燒成碎片。好啦，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啊！咁對手係邊個呢？正正就係而家令到美國疲於奔命嘅胡塞武裝。所以事實證明啦，真係唔使大炮打蚊鬚噶，只係一杯咖啡嘅價錢啦，就可以用激光將呢啲無人機打落嚟。而喺當時301軍方仲發布咗啲實戰數據，就話呢一個Silent Hunter啦，對於無人機嘅攔截成功率啦，去到成97%。所以今次印巴衝突之中就更加創下咗一發現就能夠摧毀嘅完美戰績。而且好多軍事專家都認為，巴基斯坦喺呢一次空戰入邊佔盡優勢嘅其中一個原因啦，都係因為呢一個直情狩獵者。而呢一個激光防空系統啦，即係正正係完全符合咗中國人嘅特質，唔聲嚇你一驚而且仲話想要激光武器，都一般嘅啫，唔係好特別。不過如果你要，我都有，想唔想買啊？而同中國嘅態度可能啱啱相反嘅咧，淨係印度，雖然係打輸咗，都要慶祝10日，面子工程就最重要噶。而呢個亦都係證明咗一件事，信心比結果啦係更加重要。何況對於印度人嚟講啦，冇啲咩嘢，冇啲咩事情啦，係我哋會認為自己做得唔啱噶。所以喺呢一次印巴嘅衝突入邊啦，印度亦都係借助一種非常可疑嘅恐怖襲擊事件啦，就空襲巴基斯坦作為報復。事件嘅原因就算唔係完全查啱捉賊，肯定啦都係借題發揮噶啦。其實喺呢次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即係1個星期啦，就流出咗一份喺印度調查局嘅報告，就係呈報俾呢一個政府內閣嘅行動文件。佢裏邊就提到話，喺美國副總統曼斯訪問印度期間就喺印控嘅地區入邊即係克什米亞啦，就策動一個高傷亡同埋備受關注嘅襲擊。通過俾呢一個俾路支解放武裝等等嘅恐怖組織啦，製造一啲機會，預早安排喺呢一個襲擊發生之後，點樣去將呢件事件係製造啲偽造嘅證據令到印度媒體可以廣泛咁將呢件事嫁禍俾巴基斯坦，從而製造一個可以去報復反擊巴基斯坦嘅一個藉口。除咗一方面可以打擊巴基斯坦之外啦，同一方面亦都可以借助呢啲咁嘅行動嚟到鞏固政府喺國內嘅權威。原因就係喺從呢一個戰鬥之前嘅估計上面印度軍事實力肯定應該係佔盡上風噶。就算唔會好似以色列摧殘巴勒斯坦咁樣最少都係仿效以色列啦，點樣去欺凌黎巴嫩，可以話如取如攜。因為喺佢眼中巴基斯坦反擊能力都極為有限所以一個表面上穩賺不賠嘅買賣最終就變成一個錯誤嘅盤算。到底呢個盤算係因為睇少咗巴基斯坦，定係估高咗自身嘅能力啦？似乎後者係更加重要嘅原因。不過呢次事件後遺症對於印度嚟講真係好多噶。唔好話食咗一個巴基斯坦一個悶棍仲喺呢件事件入邊諗住話想借助呢個機會追上同中國平起平坐嘅期望唔單止而家完全落空，仲變咗一個大笑話添。印度點解經常會出現呢啲蝦碌行動好似最近射衛星又射完之後唔見咗啦。呢個問題休息翻嚟繼續同大家時事觀察。